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第10节到14节。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今仔日的主题是显现的主。咱今仔日看到搁4段的经文，表示这是教会节期啦，吼，教会节期。今仔日呢，就是主显节，吼。主显节对于改革中的信徒来讲，是真兴奋的教会节庆。特别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久长以来真少提起，牧师也是到伫牧会了后，才开始用这个教会经文历做个人的灵修以及讲道的经文了，才开始深入来了解。主显节事实上早期伫教会传统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主显节的地位并无输这个圣诞节或者是过活节的重要性。主显节是甚物款的节目节日？为甚物对教会的传统遮尔重要？特别是对这个西方的政教、东方的政教，佫较是安尼。主显节真特别，是咧指耶稣基督去互外邦所看见，像圣诞节的经文记载来看，这真明显是咧指东方的博士。咱若用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基督的时阵，其实耶稣已经无搁再是婴孩耶稣啊。为什么安尼讲？咱若看马太福音第2章第16节的经文，安尼记载。希律一个知家己互丞相家来骗去，就非常受气，就找人到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对丞相家详细查问的时间算起，2岁以下拢总杀死。经文甲咱讲，这个时阵大约是耶稣降生了2年后所发生的代志，因此希律王才会下令来杀掉2岁以下的查甫囡仔。为什么呢？咱会问讲，为什么是安尼2岁？咱拢会问吼，哪会是2岁啦？因为传统中间，咱拢是伫这个圣诞节的平安暝戏剧中间，将这个各样的人的记载，甲东方博士的记载斗阵来演出，所以印象中间，咱拢感觉讲这拢共时间啦吼。伫马槽边吼，上路买一幕，安尼大家拢真欢喜伫马槽遐来唱这个平安暝的歌这个是演出的最后一幕啦吼。所以因为安尼，就印象感觉讲博士就是伫耶稣降生的时阵就来敬拜伊啊。但是事实上，伫时间的次序顶悬是错误的。主显节是迄位至高的上帝显现伫人的面头前。特别是遐枵毋捌伊的外邦人的面头前，透过启明星来显明，也透过天使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展现出主同在的应允。对迄个看袂到的真做咱的肉眼通看见的肉身，对审判到赏赐救恩，并且无爱互一个人沉沦。过来礼拜日，牧师会就这个主显节的意义，搁放伫后壁来甲大家三个分享。今仔日的焦点要来放伫主显节上帝的旨意。
根据两个耶稣降生的记载，马太福音第2章，也是讲路加福音对第1章看到第2章的记载，耶稣降生是带予黑暗中的人，遐个毋捌伊的人，更较重要是讲，好那亲像诗篇72篇的经文所教导的经文安尼讲，上帝啊，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赏赐互阮，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互王的囝，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散车人，会拍碎压迫的。愿因敬畏日久月深，直到万世代。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伫伊座位的日子，义人会兴旺，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这篇的诗篇受称作是主显节的诗篇。伫第4节的时阵，有讲到主显节的目的，就是要爱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散车人，会拍碎压迫的。这是福音的目的，是上帝的救恩，也是上帝的旨意来显明。咱为着君王祈祷，是要仰望君王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慈悲怜悯，愿意分享上帝的疼，特别是互遐个困苦中间的人。咱对经文来看到，伊讲到遮个王啦马太福音摕到东方的博士，因是来自即个两河迄个区域。有人讲是博士，有人讲是术士，也有人讲因是遐个王啦另外，咱会看到72篇诗篇72篇咧讲到，对他施甲遮个主导的王，是咧指对犹太地东边地中海内逐族逐国的王。另外也讲到示巴，就是现今土耳其的所在。西巴是对伫尼罗河顶游迄个所在的王。所以对长册时来讲，差不多会通讲是全世界对东、对西、对北、对南，所有的君王拢来敬拜主，来追求上帝的智慧，并且用上帝的公义来款待人民。这正是福音的目的。好咱参像所罗门王追求智慧，是要用上帝智慧来统治国家，用上帝的方法来款待人民。伫诗篇72篇12节的经文也再次安尼来提起，因为散车人求救的时，伊就救因；困苦无依偎的人，伊嘛会救因。伊会怜悯困苦散车的人。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望伫纪念主显节的时阵，咱搁一摆来受提醒，咱伫圣诞节的时阵，伫平安暝迄个意义到底是啥物货？这个日子对基督徒来讲，无应该是一个自我欢乐、饮酒宴乐、疯狂的来叫买物件的日子。颠倒是爱去思想遐个枵伫黑暗中需要关心甲疼的人，咱需要付出行动。咱要来用诗篇72篇
第1节到第7节，第10节到14节，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将你公正的判断赐予王，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照公正判断属你困苦受压制的人。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伊会解救散车的人，会拍碎压迫者。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直到万世代。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亲像及时的雨水润得土地。伫伊的座位的日子，义人会兴旺，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他斯甲海岛的列王来进贡，示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愿列王拢拍落拜伊，万国拢奉事伊。因为丧车人求叫的时阵，伊会救因；困苦无依偎的人，伊嘛会救因。伊会怜悯困苦散车的人，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按做来祈祷，恳求上帝，互阮明白耶稣显现的真正意义，互阮通蹲对伊的骹步来行，诚做上帝疼世间人帮赞困苦黑暗中的人的仆人。借着咱的生活的实践，互人伫阮的心上看见主的显现。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